在3分钟直播开始。直播倒数1分钟。10秒。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是一个欢喜而乐的日子，咱看见有真侪兄弟姊妹，伊伫咱的当中，伊要伫遮来受洗，成做上帝的囝儿。咱这个时阵。咱求上帝，伊的话来成做咱今日的帮赞，咱来求主来更新咱的性命，咱求主来听见咱听痛的声，永远要活靠伊，咱要活靠伊。咱做伙来吟这首诗。予我听见你听痛的声，因为我可你。予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对圣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香拜在你面前，吃做你欢喜的祭。主啊，我要奉献。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敬虔来祈祷，对你表
了平我心声。我要对你的情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节。这阵，咱用祈祷来成做咱今日的开始。咱要用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主的宝座前，无论咱的顺境是如何，逆境是如何，咱拢要献上感恩甲乐乐。主是咱的大牧者，是咱的帮赞。咱求圣神伫遮掌权，求上帝将咱的祈祷通到以下，互咱来向上帝来认罪，求主来赦免咱一切的不义。主的保护来洁净、来洁净咱的心。即声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耶稣，主耶稣，阮深深靠无你的同在。主耶稣，你是人民的主，当阮悔改认罪，求你来赦免阮，你来接纳阮。主啊，你永远无来离开阮、放下阮。主啊，我要来亲近你，有对你的同在是美好的。主啊，我要借着祈祷，无论我的环境好歹，我拢要献上阮大大的爱乐甲感恩，因阮相信主你是至高的上帝，是大的王，是拢赢过拢总的上帝。主，阮爱乐你，主，阮爱乐你。你引带阮行这条信心道路，我要用阮的嘴来保养你的救恩。阮深知你无放下阮，我要求上帝来带领阮，建立信心来行这条道路。主啊，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来恳求。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节。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节。这个时阵，咱为着几项事来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上帝，正做咱教会的帮赞，正做咱兄弟姊妹来卡步上帝的话语。咱也为着咱教会的牧区团队来献上祈祷，咱做为着这事来向上帝来恳求。哈利路亚！富强教会要尊主你最大，主啊，求你来带领阮富强教会，会当行伫你真理话命道路顶面。主啊，阮的教会要成做一个城市的祝福。主啊，相信阮啊为着台湾的正教会，向上帝你来恳求，求上帝你伫阮正教会伫传扬主你福音的时阵，主啊，我们像亲像电台一样伫台湾每一个角落来点灯，来拯救灵魂。主啊，我们有宣教的大使命。主啊，我们也将阮属天的恩赐来供应互阮，赐互阮。主啊，你切开阮，成做你中央的福音的使者，互阮的教会成做福音的出口。主啊，求你来大大来祝福阮，你互阮有智慧、有信心，
引带较侪人来认捌上帝。相信阮也要保守，伫今日要受洗兄弟姊妹，主啊，你搁一遍来坚固因的信心，主你的话语来充满因，主啊，因你要时时来帮助因，互因无有拄着艰难甲阻碍，主啊，因要一生领受你丰盛的使命，主啊，相信阮也为着阮教会。侪的团契、牧区团队小组，互阮会当卫生伫咱每一个小组教会生活顶面，互阮的使命得到丰盛，互阮伫岛内底领受主你的听。主啊，我要紧紧抓牢你，主啊，阮的一生要来跟对你。主啊，主啊，我要对你的圣手来恳求。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好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向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这时阵，咱为着咱教会青年的事工，为着咱的青年牧师、水平牧师，来祈祷。咱为着咱教会儿童的事工，主日学，提摩太的事工，咱向上帝来恳求，或者细囝会当伫年纪轻轻的时阵，会当去了解上帝。咱为着这个事来向上帝来恳求。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你，我伫不管什么时代，我都要互你互主来兴起。今日的世代是教会兴旺的群体，求主你来保守阮教会内的青年人，因的希望会当定睛伫上帝的心上，互上帝来引出因的使命。主啊，你点着因火热服侍的心来服侍主。主啊，你来引出因头前的道路，互因的思想甲因的行为，都纳下主你的心意。主啊，你帮助水平牧师有主你美好的同在。主啊，伊要承接青年的大使命。主啊，你要加倍。互伊领受对你遐来的恩果，主啊，你也要兴起一青年人来协助牧师，互伊会当诚心侍奉富强的青年世代。主啊，你是有大作为的，主啊，我要互因，互上帝你来使用，求主你来带领因，伫因的一场顶面，无论因的家庭、因的婚姻、因的细囝。拢有主你同在的保守。主讲，毋当互主讲，互细囝来亲近我，毋当禁止因，因为天国是属于因的。主啊，求你搁一遍来兴起一的主日学的老师同工，互因会当投入教导细囝，互因行伫正直的道路顶面，互因一生对主。无偏离，实随咱也为着咱教会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关系，咱向上帝来恳求，互咱的夫妻亲子，互咱的伫咱人生的一场顶面，咱拢向上帝来恳求，互咱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咱也求上帝。搁一遍帮助咱引出，两捌上帝
厝里来的人，咱来为着咱教会兄弟的经济来源，向上帝来恳求。咱来为着咱教会荣辱的兄弟，咱也知影因的软弱，咱就常常为着因来提名祈祷。咱将这个事来向上帝来恳求。主耶稣，主耶稣，伊总是有阮教育丰盛的供应。伫阮的家族顶面，你拢有阮的责任，有伫阮的家族顶面有责任，会当来信任，互阮伫阮的财务顶面会当突破，互阮伫阮的经济上，拢有主来阮有一个稳定的收入。阮来求上帝你来使用阮每一个人手所做的工作来应用主。主你赏赐阮，祝福阮每一个人的家庭，伫遮甲主同同在。我要经历你迄个平安甲喜乐。主啊，我们为着阮厝里面来，也毋捌认捌上帝的人，求上来献上祈祷，求上帝你帮助阮，用阮的性命来影响因，来活出基督的美好。因带因早一日来认识上帝。主啊，你会听伫我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无论阮的夫妻、亲子之间，拢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互阮伫阮的职场顶面，拢有好的互动，互阮甲人之间拢有契合的关系。主啊，对你的圣所要求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香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圣所要求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香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这是咱为着咱今仔日牧师的讲道来献上祈祷，求上帝帮助牧师，伊温哥牧师、何牧师有好的精神，互伊伫今仔日所讲的信息拢充满开力。咱也为着咱今仔日的服侍者，互因伫服侍顶面有主的恩赐，有主的同在。咱也为着咱今仔日会友会当带着一粒较无的心来领受教导。咱为着这事来向上帝来恳求。天父伯伯天地，阮感谢你，求你圣神给我加倍伫阮夏牧师的身上。何牧师今日有好的精神甲体力，互伊所讲的信息，拢要充满热烈甲祝福。主啊，阮要有较无的心来领受。主啊，我们将阮今日所有的服侍同工，主日的老师、师会、阮的师献、交代、敬拜、献诗、交通影音，所有的一切，拢要求主你来保守，互阮的顶事拢有主你的同在。主啊，阮喜爱你喜爱阮同心合一的服侍，求你互阮会当单单来服侍你。主啊，你将许多的泉源，搁一遍来充满阮。除去阮所有的搅扰，我们伫遮来专心敬拜上帝，我们谦卑来领受。主啊，阮也求你，互今日第一遍来到阮当中的兄弟姊妹，互因会当透着诗歌而乐，伫牧师分享上帝的话语顶面，领受恩典，祝福满满。主啊，所我们献上感恩甲而乐的祭，这是求你同在，你将喜乐的灵。生命活水来充满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
异地土放阮受捆绑的心灵。主啊，我要献上阮每一个诚心的祈祷，恳求主你来接纳，感恩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做伙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听窗的声，因为我靠你，予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警醒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主啊，我要对你的圣所来举手，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祈祷那香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欢喜的祭，正做你欢喜的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时咱着学了一声，用咱的诗歌，用咱的歌声来学咱的主上帝。何山呐！何山呐！何山呐！何山呐，冠之冠上帝，何山呐，何山呐，何山呐，冠之冠上帝，咱着这声学了主的生命，天要不要主上帝，何山呐，冠之冠上帝，何山呐，何山呐，何山呐。何山呐，冠之冠上帝，何山呐，何山呐，何山呐，冠之冠上帝，咱着这声学了主的生命，咱着这声学了主上帝，何山呐，冠之冠上帝，荣耀，荣耀。我荣耀归之冠上帝，荣耀荣耀，我荣耀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学了主的生命，我荣耀归乎主上帝，我荣耀归万王的王，咱正女性来听。何山呐，何山呐，冠之冠上帝，何山呐，何山呐，何山呐，冠之冠上帝，咱这声学了主的生命，咱的荣耀归乎主上帝，何山呐，冠之冠上帝。荣耀，我荣耀归之冠的王，荣耀，荣耀，我荣耀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学了主的生命，我荣耀归乎主上帝，我荣耀归之王的王，咱着这声学了主的生命，我的荣耀归乎主上帝，
何赞那归奇怪上帝，咱这这声阿罗主的生命，愿永远也归乎主上帝，愿永远归万王的王。哈利路亚！咱将一切荣耀归予咱天父上帝。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合派伫遮来敬拜你。主啊，你的羊羔，你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主啊，愿荣耀拢归予你。主啊，你已经得胜啊！哈利路亚！主啊，宝座前有大水的声音。宝座前有大水的声音，荣耀权能拢归于我，千起山拢下拜敬拜伊，圣有歌是万王的王，宝座前有大水的声音，荣耀权能拢归于我，千里山拢下拜敬拜伊，圣有歌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圣有歌已经得胜利。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圣有歌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圣有歌已经得胜利。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圣有歌是万王的王。宝座前有大水的声音，荣耀权能拢归于我，千里山拢下拜敬拜伊。主啊，你是圣有歌，主啊，你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圣有歌已经得胜利。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圣有歌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圣有歌已经得胜利。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圣有歌是万王的王。圣有歌是万王的王，圣有歌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主啊，你是万王的王。这是咱做来吟圣诗38首，俄勒全能的主上帝。俄勒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伊做你大开来拯救你了俄勒尊重。
流的祝福气，你听无看，心内所希望的事，叫伊明明地着救赎，着落主，互你工作幸福个保护你，伊的主爱甲怜悯，阮当常常看顾你，定心内想，主若做你的朋友，全能的手会辅助你。我着知道了地平，学了一段观念，世间情人拢着这些，学了一面前，吟讲阿门，求主眼光大显现。永远学了伊的恩典。我要学了阮的主，阮的上帝，你是全能的主，你是造化的大君王，阮才会受恩的正百姓。今早起用欢喜的心聚集伫你的圣殿，伫这个大抗节第3主日，我俩要恭敬伫你的面前拜列主你的言谢。是要互阮这个受恩的儿女，享受到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权柄、救赎的恩典。主啊，愿阮今日早起的敬拜归荣光伫你，也互阮这个要受洗礼的兄弟，大家人搁伫你的面前，重新得到上帝的应允甲感答。愿阮的敬拜，主你的听伫阮的中间，圣神亲自引带阮的敬拜，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领受到至大至宝贝的恩典甲祝福。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即就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一日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咱即时做伙来启应，启文第22诗篇95篇，我来启，咱会众大来应。来呀，咱来唱歌俄勒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治地下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呀，咱来集中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即时做伙压头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我要学了你，愿你主爱甲恩典暂存伫阮的生活当中。你真水是阮的主，你是阮的好牧者，你是阮的力量，是阮的帮站，阮的保护，阮的拯救，阮的喜乐，阮的福分。天父，我要感谢你，愿你爱我，甲亲像爱基督同款。天父啊，我要感谢你，你的主爱伫我的生活当中，
你的主爱比性命更较好。感谢天父，今日主要说基督的降生，带互阮生命有限欠缺，有一个极大的希望，更照着阮，互阮的生命有方向。感谢主，不只是今日的希望，未来世界终结时，有主互阮经过更较大的愿望。主啊，求你显明生命的光，帮助阮愿意谦卑，伫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反省家己，欢喜接纳伊的人，伫心灵上，上帝的道来定得到平静甲安稳。感谢主，帮助阮伫待降这期间得到圣灵的力量，愿意先改变家己，有成为有爱心、尽心甲盼望的门徒。而这等甲期间，阮的四周围仍然有真侪亲朋好友还未熟悉你。主啊，互阮伫生活当中活出你的见证，好互这亲朋好友来熟悉你。恳求上主，互阮的亲朋好友当中安排属主的囝儿来成为因好朋友。而还未熟悉你，这亲朋好友受到好的影响，会当伫生活当中来熟悉你。阮的大牧者主上帝，我要为着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小组长、同工发会友，要向你祈祷。求主赏赐对你来的智慧，好来牧养你的众羊群，赐下你的爱心、甲耐心，互阮事务繁忙当中，会当用欢喜、快乐的心，顺服主所交托的使命。求主嘛赏赐，互伊众仆人有好的身体健康，做好服侍。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提多书第3章第7节甲第7节，甲希伯来书第9章甲15节，我来读。毋过，咱的救主上帝，慈悲仁爱显明的时，伊有拯救咱，毋是因为咱家己有好的行为，是因为伊有怜悯，通过互人重新出世的洗礼，甲信心的更新，拯救咱。通过咱的救主耶稣基督。上帝将信心丰丰富富甲咱灌压，互咱通靠伊的恩典称做伊，承受所毋望永远的活命。希伯来书第9章15节，因为安尼，基督重生的约的中间人，是要互上帝呼召的人，会得到领受伊所应允的永远的产业。因为基督已经用伊的死赎回因以前的约的时所犯的罪过。现时。咱由圣歌队来献诗，献诗的题目是快乐之歌。献诗需要由学务书来证道，学书会传讲的讯息是忠心甲敬心。因为
感谢主通过圣歌队快乐之歌，互咱今仔日做伙来迎接太抗节第3主日，咱真欢喜，经过2-3个月，咱做幸福小组，大家做伙来努力，5人来传福音，做的兄弟对慕道开始决志，然后签受洗礼的单，咱今仔日拢总有20位的兄弟，佫包括3位的细囝，要伫主的面前来受洗归主，这是咱教会一个大恩典，因为上帝将加天的荣耀来赏赐予咱。当咱今仔日若要有洗礼式，咱嘛要有圣餐，伫太抗节领受主的救恩的记号。咱要使用主的话，三甲来学习甲勉励，咱大声来祈祷。听堂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的听恩典伫阮众人中间，互阮领受到这个祝福。主啊，因为阮袂当看到你，所以圣神启示阮来认捌你，圣神来指导阮安怎行这条永远的路。总是人有时嫌菜无注意，孤戇，阮毋知影，阮行伫偏差的道路，所以阮当认捌主的时，阮就知影。毋是人的才调，毋是人的努力，是上帝你的救恩临到伫阮。万人的中间，阮能认捌主，这是何等的福气！所以，阮要用你的话，搁一遍来确认这个信仰，也互阮今仔日受洗的兄弟，因认捌主，也对主领受这个永远的救恩。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咱拄啊要有洗礼式，所以。伫咱今日读的圣经在内底，在甲咱讲洗礼是甲什么有关系啊？是顶头生甲换身。洗礼式事实是一个足简单的一个礼式。是安那？伊会遐尼重视，也是讲家己看做是上要紧的一部分。这是咱今仔日，而且要甲咱三甲学习的。这两段经文，等下我会一一来用一节一节来甲咱三甲学习是。提多书甲希伯来书，那圣神所下落的顶头生甲更新的洗，这是真正的洗礼。意思是牧师甲咱这同工小会员三甲举行的这个礼式，若无圣神同在，若无圣神的允准，若无圣神的接纳，只不过是咱人所办的一个仪式那定。要洗礼，大家嘛会晓做。重要是倒位？重要是因为有圣神，所以咱真欢喜有20位，无论是洗礼也是信仰个别，还有2-3个细囝，因要加入伫咱富强教会，这是一个新的家庭。富强人，咱兄弟姊妹做伙加入。有的有资深的，有的有少年的，有的新加入的。但这是上帝美好的恩典，这是抬杠者的恩典。因为咱对提摩太提多书3章40讲，咱的救主已经上帝已经显出伊的慈爱、慈悲甲仁爱，照着圣神所施的什么顶头生甲更新的洗，拯救咱。安尼，即句经节真明白，甲咱。天命什么？就是上帝显出伊的慈悲甲仁爱，伊主动施出的。照着什么？照着圣神，照着圣神所甲咱施落的顶头生甲更新的洗，因为安尼来甲咱拯救。所以受洗礼毋是这个仪式，是圣神来施落顶头生的洗礼。那安尼，咱就搁一遍来谦卑承认讲，咱得救的根据啦，毋是因为咱家己有甚物好行为毋是咱有甚物好行为，是因为伊怜悯咱，这是第4节所讲的。咱有真侪兄弟对未信者对无道友来信主因拢咧讲记着较早，无论是因念佛，也是修行，也是伫这民间的宗教咧努力的时阵，拢甲因讲恁。都爱安尼有多
恁的即个做善事啊，修行爱修家己，来苦修，才会当得到迄个美好的结果。但是圣经甲咱讲，人毋是袂使，毋是讲毋爱行好，毋是，是因为咱行好无法度人完成迄个救赎。咱做好事，这是基督徒信了后所产生起来的基本的行为甲态度。但是一般的宗教咧，甲咱讲，你都要先做遮，才会当得到。啊，这也是咱知影改教的即个先锋，就是马丁路德，伊家己所拄着的。伊进前，伊嘛是足认真咧修道，逐项拢迄个规矩，啊，遐个戒律拢守甲足牢的。但是伊感觉心无平安，心迄个艰难，迄个心灵的迄个束缚要伫咧。所以后来伊就是伫罗马书内面看见着讲因信称义即款的教导，啊，诚做咱心，就是讲咱啊，这改革中上重要的一个信仰，就是你有信无？你有接受到圣神的顶头生甲洗无？毋是因为你有好行为，是因为上帝怜悯咱。所以在座兄弟姊妹，你也有一个心境讲：吼，万人中我哪会遐福气啊？别人吼安尼行，踅来踅去，踅袂到，啊，我已经得到安尼，啊，你无感觉即个是你重要，遐尼重要的一个入场券，啊，像一个重要的身份，安尼就无采去啊。啊，当圣神的顶头生甲更新伊的奥秘伫遮。伊讲照着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照着救主哦吼，这个管道毋是突然间来的哦，是耶稣基督伊为着世间人的受死，流出宝血，活出新的活命，然后圣神上帝甲圣神丰丰富富来灌压伫咱身上。意思讲啊，我家己来啦，圣神你就来啦，安尼无路用。是你耶稣基督替咱拍开迄个障碍就对啦，甲咱开迄个门，甲咱塞到迄个墙，也是讲甲咱吞满迄个沟，咱才有通领受到圣神的祝福。啊，所以你若无接受主耶稣的救赎，无承认主耶稣会赦免你的罪，除去你一切不义。安尼咱等于空嘴薄嘴讲的那点无得到。啊，这也是为了今仔日咱要领受圣餐，因为圣餐就是咧见证我有份啦，我有份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咱照着耶稣基督来得到上帝甲圣神讲丰丰富富。咱知影迄个话词若重复，表示足重要，也是讲足充足的就对啦，丰丰富富安尼。哇，就是讲亲像诗篇所讲的迄个杯满出来迄种的。啊，圣神伫咱中间，咱就要带来顶头生，啊，甲得到上帝真真正正迄个更新。但上吊也是这啦，咱有理解，咱有接受，但是要安怎显明你有顶头生，你要得到更新呢，就是伫遮顶头生的结果。因着上帝恩典，咱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啊，得到所仰望迄个什么永恒的生命，得到迄个永恒的生命。这段就是咱感7节的所在记载伫遮，意思是，我有圣神甲我更新，互我得到改变，啊，我有圣神充满，但是你嘛无显露伫你家己的生命。安尼感觉讲，你都有啊，啊无得到啦。好亲像闻着芳味哇，桌顶遐个青草啊好食啊，但是拢无食到一喙啦，对你营养拢无关系咧。伊而且讲咱因为上帝的恩典，咱得到甲上帝一个合宜的关系，就是我讲的讲，耶稣甲迄个罪的颠盘除掉啊，甲迄个哪吒刷掉啊，甲迄个青墙拆倒啊，甲迄个坑坎该吞满起来啊！咱甲上帝有一个新的合宜的关系，啊，得到所仰望的永恒的生命。啊，咱想着讲，要人啊，伊毋敢日时来，暗时来，问耶稣讲我是安怎，我要安怎来得到救啊？
耶稣讲哦，你都爱即个要受到水甲圣神的洗。你还顶头先，哇！伊就用人的角度想讲我都遐大汉啊，遐年岁啊有啊，免咱佫入去老母的腹肚来佫生出来咧，吼！伊就是讲用人的想法在理解圣神的工作，共款意思。今仔日兄弟姊妹，你讲吼，你甲我，阮拢顶头先，顶头先伫倒，敢毋是就是伫咱的生命中间产生改变吗？我的观念，我的做法。我的价值观，咱顶礼拜有讲，我因为圣神的更新，我的看法都无共款啊。我对世间的看法，我对所有人甲人中间的看法，因为用圣神的角度，用上帝的话成做我的准则啊。兄弟姊妹，咱都爱求圣神甲咱同在，因为讲有上帝恩典，咱这个恩典一定啊摕到，然后一直更新，一直更新。所以。一个人信耶稣，你倒去厝，甲恁父母，也是讲甲你的亲人讲我信耶稣啊，足好个啊，去礼拜足欢喜，唱歌足好听吼。即个礼拜吼，这内底气氛真好。伊讲你好就倒，你毋着讲互我听，你毋着做互我看嘛咧。你嘛照常安尼咬发脾气咬冤家咬计较咬怨恨咬念咬念，根本都无改变。无改变，人讲你信耶稣是信伫倒？咱无定下讲。咱较早若咧骂囡仔讲你读册读去倒哦，读伫家遮拼有无？安尼我信伫家遮拼啦，哎呀！你无显露出你的生命嘛？所以咱意思就是讲，咱甲得到救的恩典，甲领受，伫咱现有的生活就产生改变。迄个改变是呢，我知影我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伫我的身上，我已经得到啊！我对遮开始咧。去向前行。今日咱有一位孩童兄吼，哇，要90岁安尼，伊决心要来受洗咧。伊就是对这阵开始，已经往一个得救的画面得到啊。有诶，所以细囝，吼，今日有3个细囝要洗咧，伊就是对迄阵就开始领受这救恩。但是伫这段要入去到上帝永恒的生命这段中间，你也一直受圣神的更新嘛。有圣神的同在，你才行会出来。伊讲爱靠上帝恩典，毋是靠什么人熬啦吼。有时咱知影讲吼，咱做父母的，甲囝教安尼吼，伊安那讲伊都无要听咧吼。若无伊甘心乐意，若无伊感受到父母对伊的疼，甲伊的关怀吼，父母讲当伊走屎咧，因为伊无要听嘛。圣神共款嘛是咧甲咱苦劝啊，圣神嘛咧甲咱提醒啊，咱有时吼。咱讲人的心硬对毋对？吼心安尼差谬意思讲安尼含含糊清清菜菜啦。咱的罪性，咱的病单，咱做血气啦。所以常常互这人情世事，这有诶无诶，甲咱搅扰。致使咱讲有圣神的同在，但是无真正入去咱的生命。这是咱世间人基督徒上大的一个精进，敢毋是？兄弟姊妹。另外一段经文伫希伯来书9章的15节，伊甲咱讲起咱免惊，咱会安尼是正常啦。就像囡仔在学行路囡仔在成长大汉嘛，足侪错误，你毋则会当进步对毋对？咱有讲的囡仔爱做一遍毋对，还是跋倒？你讲哎哟，有够戆啊，有够饭桶。你一定讲笑，过来，过一遍，爬起来。咱伫属灵的顶面，像一个细囝咧跌跌撞撞啦，一直往前行，一直往前行。但是圣神用疼甲你靠，互你愈来愈开力。咱有真侪会友较早，嘛是圣经无啥捌啊，来教会安尼毋是讲介清楚啊，但是慢慢受栽培。有真侪会友有真好的表现，伊服侍主真正持续足热心欢喜带人来信主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伫咱生命中间希伯来书9章15节，甲咱讲，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啦，讲基督真做这个新约的中间人，哇，这句话真奇妙。拄则我无讲，咱若毋是靠耶稣基督，咱就无法当甲上帝有一个合意的关系，敢毋是？就是讲，迄个罪当直达到遐嘛。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替咱定。当直达到遐嘛，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替咱定这个新约，旧约就是
摩西的时代上甲上帝立的约嘛。啊，即马新的约是所有普遍世间人拢有啊，有是因为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来死，定是给流出宝血，所以伊等于替世间人吼，甲上帝讲吼，因为我会死，我来牺牲，我替因担罪，啊你搁重新接纳所有的百姓，用咱的话讲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基督甲咱啊，伫咱甲上帝中间定这个新约，啊，伊讲啦，这个真重要，伊讲要互咱上帝所呼召的人会当领受伊所应允永恒的福德，永恒的福德。啊，这个是迄个新翻译的版的圣经啦吼。那啥呢？我毋茫讲，你无论信主偌久，还是今仔日要受洗的兄弟，请你会记得，你因为有耶稣基督做你的中间人，咱拢知影，有时咱伫生活中，也是事业上，哇，拄着一寡安尼债务，吼，啊，咱怎啊诚心甲银行协商呢？也是讲甲咱即个债主协商，讲歹势啊，我还袂了，要安怎？啊，你毋通甲我拍入去迄个安尼无往来的户啦，互我慢慢啊行，慢慢啊行安尼。啊，咱就需要有人协商嘛。但咱的主耶稣甲咱讲吼，连协商嘛毋免，我直接替你，甲债务完全甲你处理了掉。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啊！我会记较早少年时代，咱台湾也有票据犯对吧？吼，票据犯，啊，真侪太太拢替先生去关，你敢知影？偌可怜的呢！后来这个票据犯就除掉去啊！耶稣做中间人，除去咱所有的债务、所有的罪，互咱享受这个永远的福德。啊，这个福气是你的呢，啊，你袂甲你有显露出对圣神领受的祝福无？你有对圣神领受的这个永恒的生命无？你有对圣神甲你启示讲，你是一个有福气的百姓。啊，所以咱最近定来用一个话咧讲，我伫天顶有一个富爸爸，有一个董事长，咱的上帝。迄毋是咧讲一个安尼笑亏的话啦，是咧显露出你是一个有丰丰富富恩典的上帝。但是重要的关键是讲。啊！你有领受到无？迄就像咱咧讲啊，迄个水管斗好啊吼，啊水龙头也无开啦，啊是讲迄个通水无通，啊你水管斗好无路用呢？是因为我时时源源不绝来领受到即个上帝所带来的祝福，讲即个叫做福泽啊，福泽。最后，我要甲咱三甲来去复习一遍，咱受洗新的身份，请你记，你是上帝的囝儿。诚做上帝的儿女，受洗者基督徒的新的身份是诚做上帝的儿女。第一，你是天父的宝贝，你是天父的宝贝。无有一个伫上帝面前看轻的啦，无，伊看重你，伊创造你，互你有一个新的身份。第二，啊，咱用这项再来印证，约翰1章12节讲。既若接待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赐因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接待伊、信伊，你有接待主无？你有信主无？你就有这个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哥林多后书6章18节讲：我要做恁的爸，你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所讲的。第二，你是尊贵圣洁的儿女啊！你是尊贵的吼，毋是互人看见的，啊，毋是安尼足微细的，啊是讲吼安尼。万人的中间吼，啊，无一人注意你的。伫上帝来讲，你是唯一的。昨昏我咧甲青少年分享的时，我有讲，上帝遮奇妙啦！创造咱人吼，逐个人拢无共款，有无共款的特质。啊，咱若有咧用 iPhone 手机的人知影吼，你要开机啊吼，伊毋互你开哦，啊，你讲照一个，甲你的面照一个安尼，啊，是哪你的面照一个就会开咧？因为敢若唯一的你啊，别人不行啊。别人的面貌无成啊！你看偌水嘛无效，就是你。啊，所以 iPhone 手机这个故事，互咱知影讲，上帝嘛是看咱是唯一的，只有你。啊，所以只有你，咱领受到祝福。啊，你无来就群主吼，迄个 iPhone 袂开一啦。上帝祝福你。啊，所以圣洁的儿女是，亲像彼得前书咱足爱读的这节经节讲，只有恁是受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要互恁
来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光庙入奇妙光明的美德这个话吼真丰富啦吼。它表示讲一个圣洁的儿女是尊贵的，受敬选的。第三，咱这的受洗归入主的人是蒙上帝所爱的人。耶利米书31章第3节讲，果然是耶和华以色列来显现讲，我用永远的疼来疼你，还是讲用永远的爱来爱你，因为安尼我用慈爱吸引你。歌罗西书3章12节讲，所以恁既然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是爱尊怜悯、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像是话，结尾来讲，咱今日大家来欢迎新的家来的人，咱第一场人较少啦，两位长辈要来受洗，有2位要来信仰告别。咱第二场较侪人，但这兄弟姊妹呢，咱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感受，还是这个意识。对于上帝的听来讲，我要领受迄个独一无二的救恩，要领到一个永恒的生命的福德。我要通过圣神来改变我，定下求圣神伫咱中间，圣神伫咱中间，互咱来显露出一个新的生命。我咧讲都毋是亲像讲有的电脑吼，咱知影讲有的电脑软体我若搁顶悬一个，就变新的啊吼。咱人要哪顶悬呢？就是爱一直求圣神同在。圣神啊，我还阁有即个无够，即个无气力即个我有烦恼即个代志吼，我定定想袂开。主啊，帮助我，帮助我。所以若要讲甲电脑迄顶悬的意思吼，若人要改变，有的是真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款人真少啦。有真侪迄个家壳内底迄重刑犯吼，伊决心信主了吼，改变一个了180度啦。但是咱人吼，因为活伫即个生活的空间，真正要改变全部无遐简单嘞。迄个亲像较早吼，我会记阮囡仔时代穿的衫都无侪领特别是你学生制服毋拄写字吼，迄阵拢爱写毛笔对毋对囡仔人袂晓用有时对着乌目吼，乌目水对着即个衫吼，特别较早有穿白的制服，哇，即些麻烦转去吼，安尼撸用啥物办法要甲洗清气啦？用漂白水安尼。我讲的例就是讲，有时吼，咱迄个布小可乌乌咧，洗袂清气，但是毋免放弃。较早的布较粗较勇啦吼，较少较撸的，慢慢撸。伊就是讲，我要甲洁净起来，洁净亲像洗遐尼白。当然，这是我讲咱人在学习的过程啦。但是，咱来求圣神，讲圣神啊，我亲像洗遐尼白，是你主甲咱更新，咱才有迄个气力。靠家己爱慢慢来，爱慢慢行，慢慢追求。但是当圣神临到你的时，你就得到完全。所以，咱一个态度就是咱无完美啦，所以才需要接纳。那你已经完美啊，咱定咧讲教会是一个团体，什么团体啊？咱有的人会用无共款的描述有的人讲这教会这个所在是天使聚集的所在安尼，足好的安尼。特别一寡无道友，伊感觉讲礼拜堂真好，真温馨的唱歌真好听，大家拢足和气。这是咱爱感谢主讲感谢主，阿门。但是呢，事实讲，真实的身份是，咱拢是罪人呐。咱是教会内底是有一群认为家己是罪人的，要伫走天顶的道路，要往天国的道路咧拍拼，行一个无力，家己一个无够，会行唔对，会绊倒。会偏差所以呢，咱需要这个兄弟姊妹，咱这个好朋友咱这个同信的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努力有啥物错误，甲刷转来唔对，搁改变这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组织的所在。第二，新的身份一定要有新的生活来配合。有影，咱有的人较容易伫咱个人家己的思想、行为。甲人直接的中间去咧衡量，讲这有合上帝的旨意无啦？
啊有影，有真多代志吼，毋是讲一就是一，两就是两，是足模糊的咧。啊，你爱学习追求上帝的意思，追求圣神的意思，讲啊，我安尼做，是毋是有合你的旨意？比如讲，旁边两个人，即个做毋对，迄个做毋对，你家伊小可点一下，伊讲啊，对，歹势，嘿，我疏忽去啊，我改。但是，另外一个，你甲讲，你这毋对，伊讲，我哪有毋对？吼，啊，我是比你较细吼，奈互你甲我安尼讲安尼，无民主，哇，气歹。啊，什么意思？两个人同款的错误，但是伊的反应会无同款。所以上帝互你智慧，安怎互即款的人，因为你的苦劝也是关怀，伊会当改变。啊，另外即款的人，安怎互伊无同款的方法？啊，即就是讲，咱伫咱的生活，伫咱的生命，我希望你常常求圣神的同在。像尼哥底母，耶稣讲，你都爱互水甲圣神的更新，咱才能得到一个全新的活命。啊，咱求主帮助咱所有的教会友兄弟，咱拥抱天父的爱，咱要恢复破碎的家庭的关系，咱要恢复迄个破碎的即个人际关系，这个拢是一个新的生命所爱努力的。就是讲，咱开始用上帝眼光来看家己，也来看别人。真感谢主，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咱才会新受洗的兄弟，你要得到上帝的圣神的更新，要得到上帝所予你的顶头生。咱要做一个祈祷，准备要来为着这个受洗的兄弟来做誓约，请小会员来备办心。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阮为着这个今仔日要受洗的兄弟献上感恩，因为阮看见圣经所犯的指导，就是洗礼要得到顶头生，我要得到更新，是生命的更新，活出新的生命的权势。愿上帝将这个恩典甲祝福赏赐伫阮众人中间，阮见证这个洗礼，也阮共款搁一遍重新复习领受到这款的祝福。伫你的面前，阮要进行的礼式，求你亲自带领甲引带，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大声要来吟一首诗歌吼，诗歌是咱的这个洗礼诗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吼咱来吟第一节甲这个。不要紧，咱30短短啦，吼，咱做伙来吟吼。吟的时阵，咱就请小会员来招呼，有两位吼，两位要洗礼哈，就是咱的这个海东兄、王海东兄，搁黄光宪兄。信用个别是咱的严嘉文甲王心怡，来徛在头前。咱就请东江摕一条椅吼，互咱的海东兄坐咧安尼吼。咱开始吟，开始来准备。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主的圣水的活命，今仔人所欠伊袂相思，那天起他欠一件。第二节，上主的水泉，排一排。你坐了，你坐了好。溪边大树地也未开花，祈求的人要得到耶。第三节，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有清净奇妙的平安，伫洗礼中间领受平安。为你为我大项备办。兄弟姊妹，咱真欢喜，伫第一场礼拜，咱有4位的兄弟要来受洗礼，甲信仰告别。王海东兄、黄光宪兄，甲这个严嘉文、王心怡两位姊妹，咱感谢主，咱要三甲伫主的面前，三甲来见证因
归入主的圣会，领受洗礼，这个美好的时刻。阮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有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恁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感谢主，亲像彼得迄时叫人反悔信耶稣，搁受洗礼。但我也对恁来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白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诚侪恁做得到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主基督。他两位王海东兄甲黄光兴兄因要受洗礼，搁严嘉文甲王心怡姐妹恁要献信礼，恁已经进前伫外教会已经受洗礼啊，所以恁就伫恁的见证恁做一个信仰告白就会使。我问恁的时阵咱伫银幕内底有遮问的话恁点头讲有，安尼就会使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无？好。第二，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无？感谢主。第三，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道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无？感谢主真明确的回答。这时我要为着两位成人洗礼来做洗礼咱请咱的满足长老来协助。来，咱请来协助迄个海东兄徛起来一个来头前就会使，徛起来就好，轻轻来慢慢来，好来甲插的来头前来，来好，来我甲你换手来。王海东，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来，请坐，你抓好伊来，抓好伊。来，请过来是光兴兄，来光兴好像是你补，来好。黄光兴，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好，请回，谢谢。用水我切一个。好，感谢主。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搁愿恁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这是我来做宣告。当恁已经告白恁的信仰来受洗，也是信仰告白。我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官兵，接来恁做陪参会员，有分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伫第一场礼拜，有两位成人洗礼，两位信仰告白。阮为着因献上感谢，是因领受着福音，伫咧慕道的过程中间，有侪主你所差派的天使、使者来引带因，来勉励因，来鼓励因。但因今仔日徛伫主的面前来告白因的信仰，来受洗礼。阮求主，互阮亲像圣经所教阮教示的，有圣神的同在，阮的生命得到更新，阮要得到新的活命。感谢主，阮求你继续带领因过来的信仰的生活，因为伫人生的追求的过程，我要用永恒的路咧行，总是难免有颠簸、有阻挡、有坎坷。求你互阮小组兄弟姊妹、同行的兄弟姊妹，三甲扶持、三甲鼓励、三甲勉励、三甲带导，互因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活出新的永恒的生命。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伊拍一个好无？咱信从长老，你甲海东兄搁互伊向后转，向后转，伊坐就好，坐就好，互伊向后转就好，向后转，轻轻轻轻好来，向后转，向后转，伊也徛在后边，伊也徛在后边。好，对，射过来，射过来，嘿，好，我们全部向后转哦，我来介绍一个，咱这个导演片有因的资料，来，请坐，你甲坐咧，你甲坐咧。
好来坐咧啊，坐咧，你甲坐咧，互伊坐咧来。好好好好好好。啊，咱看海东遐吼，真稳定啊，上帝甲伊祝福。啊，伊是咱教会吼，啊，咱教会即个建圣兄啊，主灵姐因爸爸甲大家来站起来，阮捌一个哦，感谢主吼。啊，那教习会是88岁，那是咱的会应该是90啊。啊，伊吼有参加着咱的即个鼓励幸福小组，吼啊。受鼓励，啊，今仔日来受洗吼，咱真年长的长辈，这是恩典甲福气啦吼。啊，咱家拍一个，拍一个，嗨。第二位是咱的公献兄吼，公献兄，咱真侪人拢捌你啊吼。你若有去食中昼顿，都捌你啊吼。啊，咱的公献兄吼，伊实在是无道4、5冬啊，无道4、5冬啊。但是伫伊的即个无道中间，伊有相信，但是有真侪咱生活中家己的心灵上的一寡安尼未。问题还未清楚，啊，所以伊较认真来聚会，参加小组，参加咱的中年，啊，参加咱的即个主日爱餐的服侍，啊，做礼拜，啊，拢有看到伊，啊，咱的迄写毛笔的吼，伊嘛拢参与啦吼，啊，才是安尼，比基督徒较基督徒啦，啊，感谢主，伊拍开一切障碍，今日来受洗礼。啊，伊就是咱公尧兄的小弟啦吼，咱家拍一个吼，公尧兄恭喜哈。后来咱来介绍两位即个信仰过辈吼。第一位是严嘉文哈，严嘉文举手一个，阮看一个，嘉文哈，好，嘉文哈。啊，第二位是王心怡哈，好。啊，两位吼拢有共款，就是拢是咱的即个王淑慧姐妹，Coco 姐，来你徛起来一下，伊是因娶吼，因娶嘿，受洗。感谢主，请坐。我咧讲吼，咱的 Coco 姊妹吼是撕票机啦，撕票机，伊足够因娶人吼，因娶人来信主。啊，因为原来是即个心仪吼，伊是伊即个美发公司内底的员工，吼，啊伊甲因娶。啊了后呢，心仪佫因娶嘉文吼，啊做伙来信主吼。啊，原来伫进前的别个教会受洗咧，啊，感觉讲，转来咱富强教会足温暖的大家庭，啊，所以因就做伙等于迁籍的意思吼。啊，因为外口排洗咧，就爱搁一边的信仰告别吼。好来，即阵吼，我要请场牧者啊，咱的小会员吼，啊，无握手啦，拱手，啊，然后顺啊送礼物，请谢牧师来协助好无？来送礼物吼。啊，咱翕一张相哦吼。好，嘉文来。咱手摕咧，啊来，各有来牧师，来手摕咧吼。来，咱请小会员来头前，啊有诶小组要翕送礼物诶无？小组要送礼物诶无吼？啊好，小组要送礼物诶无？咱来攞来翕一张相做纪念。咱小会员留伫原位吼，啊来回去顶悬啊。好来，安尼我来徛边啊，来咱徛边啊，较平衡一下。哇，遐侪礼物哦，哇！啊，无你搬一个，咱搁摕转去。哦来，啊你要送什么人？哦，啊送礼比洗礼较侪人啊。好来，啊恁等下吼，物件搁摕了，帮伊摕转去哦，吼。好来，慢慢啦，先放涂骹嘛，袂要紧吼。好来。啊，咱的教授吼，专工来头前要送花予什么人？你先帮伊摕一个，好来，公园兄，好来，好摕咧，哦，遐侪礼物吼，啊有写名无？有写名咱知影送的哦。好来，好，啊你手摕咧倒，先手先摕咧，啊来，翕张相，来，我们站着啊哈，来看前面哈。照一张相，不要紧，手摕咧嘛，不要紧，翕起来。好，你手摕咧，来翕咯。来看前面照一张相，来好，来。咱口罩会当拔落来哦，好不？暂时摕落来。你有要拔口罩无？唔免吼，不要紧，唔免不要紧，好来。你帮伊讲唔免啦，不要紧，来看前面哦。
好，咱给因拍拍啊，好，请回座来帮忙伊回座哈。好，谢谢。好，今日这位咱线接随便来进行啊，咱今仔日的圣餐啊，请大家备慢心啊，请小会员啊来备餐准备哈。今日这位咱要来吟诵圣餐的诗，圣餐的诗355首，355首。愿打自执甲主坐倒，专心来听你的话。但愿明白主的临在，激动心灵得栽培。咱坐咧吟就好。愿打自执甲主坐倒，专心来听你的话。但愿明白主的临在，激动心灵的栽培。听用故事，第二站，愿将你拜变做行动。老早求你使愿听心。予你赦免无怨叹，help阮看见你形象，伫你救赎的世间。感谢主，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欢属于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今日七月，咱搁一遍来通过主的话来得到学习。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今日七月，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有通过保罗甲安尼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作下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室里面。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咱学习主的款式，当主要所互人会迄暝有提饼来祝谢，咱照伊的名，咱三甲来感恩。主，阮的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真真正正得到圣神的更新，有份伫你身躯甲保护，也通过你的恩典，成做阮属灵的培养，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感谢主，向你姊妹，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咱请瑞雄牧师甲小会员参加来作为服侍圣餐。协助无，拢有啥协助老师协助落去吼。咱即个薄薄的透明的迄个膜啊，甲扭开，甲即个细粒饼摕伫你的手，吼，摕你的手，然后咱备办心，因为即个圣餐同款意思，圣神的同在，圣神的圣化，咱就要诚做耶稣基督救恩的记号，甲上帝恩典同在的记号。也你祈祷求主通过这个圣餐，
互你的心得到平安，互你的身体得到健康，也互你一切因为主的同在，领受到满满的恩典甲祝福。啊，咱若较伫迄个我较外口吼，也是伫咱即个无共款的空间，咱尽量到头前啊来遮的同工来领。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伫基督中，甲主讲主啊，我甲你的救恩有份，我要领受这个至宝贝的祝福。咱若有无摕到，开始会当举一个手，握一个手，较容易互人看见你还未摕到吼，免客气，伫咱的服侍的所在吼。有人还无摕到无，握一个手哦吼。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啊，咱先甲这个透明的薄膜扭起来。啊，第二部迄个铝箔纸的，等下扭，较袂唔多去抓落去吼。啊，你若要扭方便嘛，袂要紧，较细致就好。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感谢主。啊，来无摕到的，搁举一个手哦吼。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啊，搁一边请问有人无摕到无？免客气。好，咱先把咱的饼摕咧哈。兄弟姊妹，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大家三角来领受。咱口罩小可扭一下哈，小可扭一下。咱上时也甲咱的第二层的这个铝箔甲扭开，甲扭开。兄弟姊妹，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大家做伙来领受。感谢主，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咱正大家三角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愿领受你的圣餐，对真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故愿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才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主啊，阮感谢你，今仔日第一场有4位的兄弟来受洗，来信仰告白。阮确信你这款的恩典，同款临到伫因，帮助阮真正领受到这个洗礼甲圣餐，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死，为着阮来做中保，定新的约。也互阮通过圣神一直伫生命来换新，活出新的款式，活出新的生命，活出一个喜乐丰盛的人生。感谢你，互阮珍惜这个
圣餐的记号，也领受主天顶来恩典，伫你面前献上满满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七位感谢主，互咱即个圣餐顺利。即个时阵呢，咱是要进行奉献，牧师阁做一个解说吼。咱每一遍伫圣餐的时阵呢，除了主日现金，阁加一项，就是咱叫做圣餐现金。这毋是讲圣餐就爱加收奉献，毋是，这是咱总会所设的。就是圣餐的时阵，我要为着感谢上帝，我奉献圣餐现金，为着要帮助弱势者，也是弱小的教会，成做一个福音的基金所以你若方便你若方便，你若要为着圣餐奉献，放伫迄个录仔内底，若一般的主日奉献，就无录一袋仔内，咱做伙放伫。咱请会众起立，做伙来唱着甘心奉献的诗歌。咱会众请坐。咱即时做伙来看到周报的最后一页的经句，咱做伙来读。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出世，有一个囝想赐予咱，因为伊要负担国尽，伊的名称作奇妙牧师，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咱的边，和平的灵君。咱过来说书了章第60。咱搁一解，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想赐予咱，因为要负担国尽，伊的名称作奇妙牧师，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咱的边，和平的灵君。以赛亚书第9章60。这是咱做伙来看咱的周报的第2页，咱后尾摆的服侍当中，咱请家大家看。咱的司礼部分是胡泽龙执事甲廖秋平执事。咱会当来看到咱的周报的第4页集体交通的部分。咱今日举办的降礼典的圣礼典，接受洗礼兄弟，咱会当为着因继续来做关心跟代祷。咱来看到第4点。咱本回圣诞节的年终时间安排，咱对10月24到10月30有一连线的活动，包括讲有圣诞的爱餐、跟救助圣诞的赞美礼拜，有救助圣诞的音乐会、主日学的欢庆、弹琴、教路的敬拜会、年终的祈祷会。咱鼓励咱小组跟兄弟会当邀请咱亲朋好友做伙来参加。咱看到第5点，咱今年的10月24拜六暗时5点半要举行这个教会的联合圣诞的爱餐，咱离这桂林来归大饭店那咱即摆嘛开放，互咱的亲朋好友跟慕道友 Best 会当来报名参加。咱报名的部分
报名的部分是伫12月28来做截止。那咱报名的部分，缴费的部分吼，依照咱报名的管道哦，原报名的管道来做缴费。哦，因为咱要确定正确的倒数。那团契小组员会当向咱牧区和小组长哦来缴费。若是无参加哦，咱的团契也是讲咱的小组会当向咱办公室哦这边来做缴费。啊，若是讲交通的部分哦，咱鼓励会当坐共一只车吼来做前往。啊，若是年长较无方便的兄弟，你若是讲要坐车的部分吼，伫报名的时阵顺续来做登记。哦，啊，咱嘛征求会友列车，若是有空位的部分，哦，会当做伙来载咱的兄弟，哦，来做伙前往。过来，咱看到第6点，咱中保地道施工，哦，征求第45期的地道勇士。咱第45期的地道勇士已经开始报名，哦，复赛时间是伫明年的正月11，正月7到4月30。哦，报名的部分是伫咱今年12月30日来做截止。若是讲这个明年，应该是讲咱明年吼，歹势，咱明年的正月7的主日礼拜的2场，哦，咱要举行中岛摆岛彩排礼。咱请讲第一届报名的遮个兄弟呢，会当伫当日下午10点半，伫教育中心遮来做地道室来做集合。咱的团长要做服前的进前的说明。过来，咱看到第8点。咱本会即马开始收集会员会员的资料，哦，咱请讲伫即个正月7进前来交起，因为咱伫每年2月19要举行定期会员好会，开始要收集这资料，编这手册。咱的牧区哦团契事奉团队，紧甲这资料吼来做整理，啊，包括会计收支和每年的经费的预算，哦，咱伫正月7哦用电子档准备好来交互咱维师。过来就是咱第9点婚礼消息，咱本会无预先期嘛吼，就是高叶千执事祖孙啊，哦高文珍姊妹的祖囝，要看咱杨成明先生，就是咱台糖金副总经理杨旭玲夫妇的后生公主，哦，要伫明年正月7下晡3点半，啊，歹势，下晡3点伫咱本会举行婚礼，咱恭喜一对新人吼，咱嘛邀请咱的兄弟会当来做参观和祝福。其他的消息和牧区中会，哦，咱请会友家己来看。咱第8页甲第9页，若是奉献有出入的部分，会当向咱的财务组哦这边才来做更正。其他的部分，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这吼，咱对遮讲强调，就是讲特别吼，咱即个12月24，吼，咱进行的即个圣诞爱餐吼，咱已经报名吼，即阵差不多有465名，甲咱的50多尾啉嘛吼，剩最后一礼拜，那你感觉讲我即个好朋友吼，也是我的即个亲人，因真适合邀请因吼来参加咱即个爱餐，是足温馨的啦吼，你赶紧来报名吼，咱后礼拜。交钱啦，吼，搁参报名要截止，因为咱即个倒声爱确定，咱的同工要分这个到位就对啦，吼。原则上共小组的、共家族啊，吼，咱就共一道安尼，若无咱个来拍。基本上简单的原因就是简单的即个原则就是讲有占到位，吼，就是一个人的位，吼。因为咱占一位，教会有搁做补贴嘛，吼。若讲无够人较无彩就对，请大家来协助吼。特别请小组甲团契较辛苦来斗收啦吼，甲名单用互清楚。最后重要一项，咱兄弟有人要去来归人，就是讲咱对这条中山路一直去吼，就是咱的东门路3段搁过仁德，到迄个高速公路，毋是迄个高铁的高架，搁过就到啊。毋过有人是讲我徛倒摆危险咧，想要坐车，你若有人相载，大家相招哦吼。若袂当，你来甲办公室登记讲，我有需要人甲我载啦，我来调看有车，比如剩2位、剩3位，来甲你载，做伙来去啊。若假使即个5点半要开始吼，你若要坐车的人5点都爱来教会啊，5点都爱来教会啊，吼。咱大家互相尽量啦，自己找人甲你载安尼吼。望讲咱迄天的爱餐足快乐吼，足顺遂啦吼。第2项就是讲，
咱小等的第2场礼拜呢，咱要请同工吼帮忙甲即个讲台吼，佮甲即个楼梯、即个阶梯，啊，咱通互即受洗的兄弟啊较方便来受洗吼。啊，佮来有一项啊，即个提醒就是讲，咱伫即个周报的第10点吼，拄则有讲起着即个月历吼，咱月历就是福音月历呢，咱已经有咧领啊，若还未领，尽量吼，尽量来签名来摕。到后礼拜要截止啊，啊剩的若有剩，可能要赠送，也是讲有人要摕第2份哦吼。所以你若还未摕到，赶紧来领吼。啊，咱无特别讲啊，你无摕，我要特别送互你，因为咱无法当掠即个名单哦吼。你若有需要，啊你就来领，啊到18号截止，啊截止若佫有剩，咱再佫来做拍算安尼吼。也咱期刊啦吼，的时阵啊，即个更新啊，啊，即个刊物来送互朋友，啊来甲因传福音吼，甲因传福音安尼。啊，重要是讲咱2、5号早起的即个赞美礼拜，永暗有一个音乐暗会，也鼓励大家招较侪人来参加，啊，借这机会领使徒主的福音吼。咱真欢喜啊！咱今仔日除了咱教会家己的受洗的亲人以外，啊，我真欢迎有对高雄来啦吼，就是吴怡欣啊，全家啊，佮怡慧执事来，恁站起来，站起来，阮甲恁欢迎来。啊，怡欣、怡慧姐兄妹吼，欢迎吼，请坐吼。啊，小等下送一个小礼物互恁。啊，咱的怡欣甲怡慧兄妹啊吼，就是因的故乡，因祖先的故乡是伫咱关庙啦吼，我听讲关庙遐嘛有亲人吼，啊，今日可能来遮做礼拜，顺续啊去看亲人安尼吼。啊，伊是牧师呢，牧师吼，伫即个高雄盐埕教会足好的同工吼。啊，伊的爸爸吼有过往啊，毋过较早是咱教会内真重要服侍主的长老吼，啊，所以因也拢真听主啦吼，啊，所以特别过来参加咱富强教会礼拜，啊，祝恁一路平安顺遂吼，愿主祝福恁。啊，拄则咱咧讲，咱交费用牧师讲爱搁催一个啦吼，就是讲你爱交钱才有算到声，无到时你报啊无来吼，真正会开天窗，也是讲吼，安尼一个长老坐食一道就真麻烦啦吼。所以用交钱做准咯吼，拜托啊，咱若有即个人客 best 要交是交600。啊，咱会友交400吼，啊，咱拢注明好势，啊，互咱交了足顺遂吼。毋知咱的即个受洗的亲人有人介绍无对无？有无？拢有来吼。好，咱第2场有较侪人哦吼，啊，咱他兄弟大家斗配合一下。好，咱甲时间交互咱的师会准备来做结束。上营，咱请会众起立，来笑着愿上主大仁爱，笑煞了，咱请牧师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的甜美时刻，甲你永同在。愿主永更遍照你，永主必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志，是到永世代。当心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扶持相通帮衬，甲咱正大家三合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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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大家请坐，列倒来避会。
中的吼，咱遮的受洗兄弟要搁补翕上，会当来头前翕哦吼。小组若要翕上吼，愿主引带保守，多谢。